今日我同意重新申请验尸鉴定，拜托林秀上法去进行。问题是到底要安怎做，你才会同意？用拖的。时间，拖时间。披了新闻，违法羁押，会就是任何不合法的行为。李律师，咱地位本席无遐尼侪时间来你谈遮咧背法条，你的重点。是丁兄。李律师，我妈妈讲你这是违法李律师，你讲主观上来讲，跟客观上良心调查良心调查。啊！多谢丁兄，多谢。然后你还有啥物要求无？有，阮要申请上验的甲证15，请林秀上法去鉴定。你们上怀疑？哦，重新鉴定。嘿，对。